大家好，我係關大道，咁就歡迎收睇今集影片。咁先睇翻今個星期新息之交即時信息。星期嘅早前息咧，我哋講到啦，原整版影片所講啦，走勢開始走弱啦。咁就上星期五嘅夜期最低見到232嘅，粗略睇咧一組形態嘅跌幅目標咧完咗噶啦。咁就隨後再彈。咁而家陡前喺小時嘅大支持啦。咁就如果收穿嘅話咧，走勢將會更加確立嘅，係啦。咁今週同樣預期週中過後會走勢走弱啦。咁隨後見低會再反彈嘅。咁就唔正式，早時期指如期走弱，咁自假突破之後呢，一直沿下降軌滑落啦。咁另外今早呢，亦都收穿小時嘅大支持嘅，反攻企翻上去嘅話呢，初步走弱就確立咗噶啦。咁就如果大市觸發回調嘅話呢，預期現貨小時嘅大支持區呢，會成為首關大支持嘅。星期二嘅早前息，咁就星期期指回調啦。數據方面呢，收穿小時大支持，屬於初步走弱嘅信號啦。咁就下跌目標，我先睇翻現貨小時嘅大支持區啦。如果到呢度嘅話呢，通常都唔會一次收穿嘅。咁另外反攻企翻小時大阻力區呢，就會再次轉強。咁就形態方面呢，期指到咗下降軌嘅下端支持啦，23180至23250，呢度到咗應該會打彈先嘅。咁隨後再跌穿機會仍然偏高。咁另外週期方面呢，我哋繼續關注喺週中過後啦，潛在週期低位出現嘅。咁就唔正式，早時期指如期反攻一後啦，隨後打破反彈嘅大陽燭極點位置啦。咁睇嚟之後往下破嘅機會呢，都高唱有雲㗎啦。咁如果未來一兩日見到週期低位嘅話呢，亦都以首先收割咗淡倉先，至於屆時會否搏做好呢，之後再考慮啦。星期三嘅早前息，咁就星期二晚夜期輕一彈啦，咁就強勢嘅話呢，係有可能以橫行代替調整嘅。咁小時密集阻力區喺234至236啦，企上過有機會再轉強嘅。咁另外轉弱嘅話呢，必須收穿23240先可以啦。咁就唔正式，早時期指反攻不成啦，咁我哋見到最高234幾啦，咁就小時大阻力區呢，牢牢守穩嘅。咁另外下方支持見到23140，隨後23000啦，暫時未有更低嘅目標啦。咁市底仍然算係偏強嘅，週期低位過後呢，反彈機會仍然稍高啦。星期四嘅早前息，咁就星期三晚夜期呢，終於收穿咗支持線啦，最低見到22966，亦都到咗去第關嘅目標23000嘅，咁就完成咗可以計算嘅跌幅目標㗎啦，暫時冇再新嘅。咁就另外週期方面呢，亦都配合我哋所講週中過後出現週期低位啦。咁另外現貨亦都接近小時嘅大支持區，呢度應該唔會一次收穿嘅。咁所以如果有淡倉嘅朋友嘅話呢，應該要收割㗎啦。咁反之呢，可以考慮做好嘅可能，收穿就只再反做淡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咁就唔正式，早時期指如期反彈啦，留下上升裂口，唔收穿走勢會偏強㗎。咁現時正衝擊下降軌端啦，如果企上嘅話更加確立嘅。星期五嘅準信息，咁就星期四嘅期指同樣預期反彈啦，到咗去大關目標235，咁之後夜期回測下降軌視而不穿啦，預期刻畫上升旗形，企上23480嘅話，目標睇238，咁支持交易位231收穿嘅話呢，形態失效啊，咁就唔正式，早時期指收穿231嘅上升軌啦，形態失效咗啦，咁就大市喺現貨小時大支持區之上，期指喺小時大阻力區之下，走勢不一致啊，咁市場同樣等待方向嘅。咁就如果早市咁樣睇嘅話呢，可能要慎防下佢嘅走勢啦。咁就月報亦都喺收市後開始製作啦。預期我哋下週初發俾新資格會員嘅。咁就大家先見到星期五嘅夜期呢，都暫時見到低位228嘅啦。係啦，咁就大致咁多。OK，咁就睇下上證先啦。咁就上證我上星期都講咗啦，咁就有些少轉弱嘅形態啦。咁我見到上星期五嗰啲燭身呢，就都幾差下嘅。隨後星期1、2、3呢，都係比較低啲嘅位置徘徊啦。星期四反攻，隨後星期五都係回落。咁係咁睇啦，其實我見到高位呢，基本上一頂低於一頂，係啦，一頂低於一頂，一底呢低於一底，係啦。走勢嚟講呢，屬於比較偏弱啲啊，咁就暫時咁睇啦，佢有機會畫緊一個下跌三角形啊，係啦，即係之前上週都講咗呢條紅色虛線呢，應該都係個支持啦，咁就又可以見到呢度由高位延伸嘅下降軌道啦，同呢度交匯咗，約摸喺6月頭嘅位置，咁所以傾向呢，下星期翻嚟應該會出方向㗎啦。咁我見到簡單咁睇啦，疑似下跌三角形。咁如果計翻個跌幅目標嘅話呢，其實就應該有機會係跌60-70點度嘅。如果假設3330度啦，跌60-70點咧，即係有機會都約摸去到3270度嘅。
亦即係有機會去翻紅色線嘅位置啊。咁如果假設呢個下跌三角形確立嘅話，咁我就咁睇嘅話咧，都即將去到末端嘅位置啦。咁所以下星期初嘅話咧，應該係要出方向嘅，係啦。即係基本上一係企上，一係就跌破嘅啫，係啦。咁如果假設佢下星期初都冇方向出，繼續喺度好窄幅震盪嘅話咧，有機會呢一組形態唔成形，係啦，唔成形，可能就繼續喺度震盪、窄幅震盪徘徊。因為我成日都講強勢市咧，可以係橫行代替調整嘅，係啦。咁究竟爺爺會唔會托住唔跌，定係還是直接攻落咧？係啦，咁就要翻嚟睇啦。咁但係我傾向呢一種形態比較偏弱啲嘅，係啦。咁當然你話唔成形反攻上去可以嘅，係啦。咁但係要用嘅力度咧，就即係相對嚟講要用啲比較大啲力度啦。係。咁所以就咁睇嘅話咧，我傾向下週翻嚟咧，持續弱勢機會可能會比較大啲。係。咁就如果要轉強，至少反攻期上星期四嗰支陽燭啦，極點位置3368啦。即係如果假設佢轉強嘅話，要收企翻3370先嚇，先有機會轉強。咁就咁睇嘅話咧，我傾向偏弱機會比較大啲，係啦。咁就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睇下道指先啦。咁就道指我見到星期一翻嚟嘅話咧，咁就應該星期二啊，sorry。咁就星期二翻嚟咧，咁就有好消息啦。咁星期二出咗支比較大啲陽燭啦。咁除咗星期三都係繼續反攻嘅，咁但係仍然受制於之前留低嘅裂口區，係啦。咁而家下方有個裂口區，上方都有個裂口區，而家正在夾心當中啊。咁就基本上咧，我哋往後睇翻企上邊一邊嘅話咧，就應該走嗰個方向㗎啦。咁就我見到下方嘅裂口位置啦，大概41788。849-788，若果呢度有60點就啦，咁所以如果呢60點收穿嘅話咧 I mean 收市收穿啊，咁就繼續走弱。同樣地，呢個裂口區企得上嘅話咧，就走強，係啦。咁就因為上星期咧，其實我影片都講道指應該都係偏弱格局㗎啦。咁隨即刻用消息托翻上，係啦。其實呢啲招式咧都唔係罕見嘅，係啦。即係我好記得曾經喺大概2018-19年嘅時間咧，侵當時即係嗰陣時，我記得美國個市係跌緊800幾900點嘅，但係侵喺市即係個收市之後咧，喺度講集係佢 friend 嚟嘅，係啦。隨即個市即刻倒升，我好有印象嗰陣時，大概應該係2018年大概6-7月度，咁就所以佢又用一次關稅消息咧，又扭轉咗成個局面。但我成日都講，突如其來消息扭轉局面咧，係只能夠維持短暫嘅，係啦，只能夠維持短暫嘅。呢個唔係一個長期可以維持得到嘅嘢嚟嘅，係即係用消息去改變個走勢咧，短暫嘅，係啦，未至於開成個局面扭轉晒，因為嗰啲唔係政策嚟嘅，係啦，係啦，暫時少少消息，即係佢想做嘅嘢係咪可以俾佢做到咧？唔知嘅，係啦，咁就。所以就咁睇嘅話咧，我傾向道指咧短暫轉好，係啦。我仍然係維持今年咧都係大波幅，係啦，以跌為主嘅，係啦。咁就係啦。暫時咁睇咧，下方呢個裂口區收穿嘅話咧，下邊嘅空間大概414啦，係啦，跟住就多啲空間跌㗎啦。咁如果假設真係要轉強嘅話咧，企上咧上方嘅裂口區，但我認為咧，就算企得上嘅話，上未必會上得好多嘅，係啦，即係會唔會上翻45000、46000呢啲？我認為唔會啦，係啦，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睇下納指先啦。咁就納指同樣地，因為消息嘅關係啦，咁就見到星期二咧，亦都係裂口跳升咗嘅。咁大概星期四嘅時間咧，就出咗支陰燭打翻落去。隨後星期五嘅時間咧，成個裂口補咗啦。咁都係嗰句啦，裂口補唔奇嘅，最高收穿啦。咁暫時未收穿呢個裂口咧，仍然係有支持嘅作用嘅，係啦。咁形態咁計咧，喺個波點上升軌承托緊啦。咁有機會咧。係啦，刻畫緊啲形態嘅，係啦，畫緊雙頂啊，又或者頭肩頂咧都有可能啊，係啦。如果會唔會話上升期咧，機會唔太大啦，因為你支燭身比較樣衰，真係係啦。突破到之後有啲咁嘅燭身咧，話上升期機會唔太大啊。咁所以往後走嘅機會偏大，就咁睇啊。雙頂、頭肩頂都有可能，咁就重點係呢條波點上升軌咧，唔可以收穿。一收穿嘅話咧，應該會至少跌翻6-700點，至少啊。
咁就但係呢個巨大嘅裂口區啦，同樣地係支持你嘅，係啦。咁就短時間內收穿機會咧，我傾向仍然唔太高，係啦。咁我傾向呢組形態做咗嘅話咧，呢一度都應該會拖，係啦。拖完之後再落嘅機會咧，係啦，應該偏大，係啦。咁就要轉強嘅話，至少消化翻呢支陰燭極點位置啦，要冇19389，係啦。咁就係咧，大致咁多啦。OK，咁就睇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。咁我哋見到啦，同樣地消息關係啦，星期二嘅時間裂口跳升咗。咁喺星期四同樣地出支陰燭比較差啲啦。咁就我哋怎睇咧？個形態走勢咧，應該比納指嚟得差啲，係啦。納指曾經都試過突破高位啦。咁就費城半導體指數咧，呢足身咧係突破唔到高位嘅，係啦。同樣星期五咧係補翻個裂口啦，暫時未收穿啦。咁形態上面計咧，納指有機會出雙頂或者頭肩頂，而費城半導體指數咧應該只能夠出雙頂啦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佢頭肩頂呢度要高過左肩喎，暫時高唔夠啊，係啦。咁所以就咁睇嘅話咧，如果往後收市收穿4650嘅話咧，咁佢跌幅至少跌翻300點落去嘅，係啦。咁就同樣地啦，呢度巨大裂口區啦，呢個裂口會幫佢承托多一陣咧，都有可能嘅。咁所以就咁睇嘅話咧，同樣地要消化翻星期四嗰支陰燭極點位置4956啊，先至有機會再次走強。就咁睇嘅話咧，偏弱機會仍然係比較大啲嘅，係啦。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今週視頻完結㗎啦，咁就感謝大家觀看。中意呢段視頻朋友請你俾個 like，未訂閱朋友請你撳訂閱，覺得用嘅請你分享俾你朋友啊。咁就完呢班視頻咧，繼續睇美匯就恒指嘅，歡迎各位參與到會員制度啊。其實都想講就係10月咧，我都基本上唔係太睇好嘅。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就今個月咧都曾經試穿過17,000點啦。咁另外喺10月嘅月報入邊，我哋用週期分析啦，我哋都預測到9月尾咧結束弱勢週期嘅，之後會進入反彈，強勢去到上旬嘅時間嘅啫。咁之後隨後再次展開弱勢嘅週期嘅。咁低位潛就出現喺月尾嘅時段啦。咁我哋見到就約莫喺上旬啦，喺12號見咗高位之後咧，咁出咗粒黃昏之星啦，個市就之後下跌嘅。咁其實咧喺每個月嘅月報入邊啦，咁就都清晰可以見到我對恒指咧其實係一個中期嘅睇法嘅。咁其實喺今年嘅4月嘅時間咧，咁當時都講過就係潛在出現頭肩底嘅形態嘅。咁當時頸線約莫喺20700，攻得穿睇22600嘅。咁但係有一個隱憂就係咧，喺22年嘅10月至11月啦，曾經出現過頭肩底嘅形態，兼且完成量度升幅目標嘅。喺好少時間咧會出現一個同一個形態，係啦。咁所以建議咧，每一次嘅反彈都係走貨機會，且行且珍惜。咁另外喺5月嘅月報有提過㗎，咁就當時4月有講過。又出現頭肩底，究竟會唔會有成功呢？咁就喺5月嘅時間有提到啦。而家身處一個大型嘅下降軌道啦，兼且已經係跌穿咗前底形成嘅上升軌。中線嚟講呢，走勢係比較偏弱啲。咁只有攻穿呢大型嘅下降軌道呢，先至有中線轉強信號。咁而喺4月嘅時間呢，我哋見到已經出現一個小雙頂㗎啦。除非突破207至208，否則量度跌幅目標呢19140。咁喺6月嘅月報邊啦，咁就有提過，繼續身處大型嘅下降軌道啦。中線嚟講走勢依然偏弱㗎，咁只有攻穿大型下降軌道先有中線轉強。咁另外已經收穿綠色橫行支持區，呢度已經成為阻力啦。除非有強大嘅購買力，否則短期內攻回嘅機會係不大嘅。另外我哋用翻個形態分析啦，之字形嘅形態 AB 等於 CD，量度跌幅目標17000點，亦都喺今年嘅10月咧完成咗㗎啦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就係4、5、6月咧，都開始見到我都幾睇淡嘅大市，係啦。咁但係個市咧，其實基本上就慢慢碌落去。咁暫時咧10月完成咗我哋其中一個大嘅目標㗎啦。參與申請資交嘅朋友咧，咁就會喺每個月嘅月頭啦，會發放一份月報去俾翻會員嘅，會有翻當個月嘅預測啦。咁喺2022年嘅2月，當時佢提供咗隻全年最佳造淡目標股票啦，2382，當時嘅股價200蚊，我哋又提翻個目標咧70蚊，亦都喺同年係完成咗呢個目標有突㗎啦。咁另外喺12月嘅月報啦，我哋有講過，恒指出咗兩個形態，第一
頭肩底計翻兩道目標呢21680，指示位16830。另外有提過，亦都有一個向下收窄三角22500。喺1月嘅月報，我哋將資料再重新講多次，重要嘅説話講多次嘛。再提多次頭肩底嘅目標21680，向下收窄三角目標22500，通通都喺1月完全完成晒㗎啦。咁而週期分析呢，亦都講過走勢係偏強，高位震盪至下旬，農曆年後翻嚟開紅盤機會稍高嘅。咁我哋亦都見到順利喺2023年1月呢，係翻到嚟開咗紅盤高開嘅。咁而呢啲所有嘅資訊呢，通通都喺月頭係啦，收星之家會員呢都知道晒㗎啦。咁就喺 Patreon 開咗新嘅 channel 啦，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呢，可以經 Patreon 參與啦。咁再次感謝參與星之家嘅朋友啊！